我想通了。是。想通了什么？身为秦国公主，为尊而无功，奉后而无劳，坐享其成，岂能心安？寡人要你嫁与燕王，你可情愿？嫁与燕王，并不情愿。但若社稷需要联姻他国，孩儿义无反顾。到底还是寡人的女儿，与寡人心意相通。记得寡人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，才13岁，双腿发抖，怕得不行，但依然义无反顾。织女莫过夫。等你真正面临沙场的时候，你不会懦弱。难的就是决断的那一刻。你到燕国是要把寡人的眼睛、耳朵、手臂带到燕国去。寡人不会让你孤单。你与母国唇齿相依。要流泪，就在寡人面前流，千万不能让燕国人以为秦国女子软弱好欺。你是父王最为自豪的女儿。到了燕国以后，你要记住，你的背后还有父王，还有秦国。不管出了什么事，尽管派人送信回来。多谢父王。你这一去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我若回不来，你就当我战死沙场了。怎么把话说得这么不吉利？和一个枯朽老头同床共枕，生不如死。这我都想开了。还怕真的死去？别钻牛角尖。福兮祸兮，事有百变。你若不能回来，我想办法去看你。我一个人在那儿就够了。你要自己好好保重。这秦宫里刀伤剑雨，无益于燕国。你能平安，我虽隔万里也会宽心。那日我带你去见姑母，是觉得你们性情肯定投合。我走后，将来有些事情，他或许可以帮你。此外，我特地向父王讨了让你出宫便礼的令符，你好好收着。有了它，以后你会容易周旋许多。你自己挚爱重重，却还为我着想。以后，我也为你做不了什么了。给您啊，您拿好了。哎呦，姑子要不要米糕啊？来2块吧。
不错啊，买不买啊？不了。我看你就是个混账！米糕喽！你到底买什么？你不买，别在这等了，你都耽误做生意了。我怎么不买？我要买，是你不卖给我。你，好，我卖给你。说，到底买多少只？100只。100只？嗯。我没带那么多呀。这么办吧，你跟我到家里去，你自己抓。我跟你去，你抓。我抓？啊。你连买鸡翁、鸡婆、鸡雏都搞不清楚，我怎么给你抓呀？你这个人好不讲理！我都说了，我给你50钱，那鸡翁要的最少，鸡婆多要，鸡雏要的最多。我看你就是个疯婆娘！不是，让大家评评这个理啊！我这鸡怎么卖啊？这位大伯，你的鸡到底是何价？哦，鸡翁5钱2只。鸡婆3钱2只，这鸡雏便宜1钱6只。这位大嫂，你到底带了多少钱？想要买多少只鸡呀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婆婆给了我50钱，说买100只鸡。我婆婆还说，那鸡翁啊，光吃不劳作，要少买些；那鸡婆能下蛋，要多买一些；那鸡雏长大了能卖钱，越多越好。那我也不知道到底。你呀是买不成了，你婆媳俩不识零数，只识整数啊！哎，你随便给他抓100只鸡，总是不会错的。我要是给他鸡雏抓多了，他说我占他便宜；我要是抓少了，我又吃亏。这生意啊，咱还是甭做了，您请吧。这生意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只是我帮了你们，你们该如何酬谢我？那你让我如何酬谢你呢？大伯只需要给我买2块米糕就好。2块米糕，说话算数。那你快说呀！这位大嫂有50钱，你可以买鸡翁4只，鸡婆18只，鸡雏78只。4只就是10钱。哎，这个人是不是饿疯了？随便说个数，想骗2块米糕吃？就是，是不是？你说的准不准？我来证明。这位大人是？哟，这不是雍府的雍大人吗？雍大人。我可以证明这位公子算的没错。雍大人，那既然雍大人都说没错，一定没错了。给50钱，你把鸡送到我家里去。您先别急啊，我给这位公子买米糕去，买米糕去啊！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黄倩。在下雍瑞，有意请公子去府中小坐，不知可否？那恭敬不如从命，请。失礼了。公子一看就非等闲之辈，若不嫌弃，就在我雍府暂且寄身，寻找机遇，施展抱负。在下来秦国，只是与人有约，未做长远打算。秦国眼下正值用人之际，秦王视财如金，求财若渴。那张仪入秦不到1载，便被秦王拜相。公子何不重做酌量？我只是一介书生，有点莫威之计。雍公子过誉了。好吧，去留之事咱们暂且在议。公子肯在雍府落脚，已让雍某不胜荣幸。来，黄公子，喝酒。有一事，我想向先生讨教。公子但说无妨。几年前，秦王迎娶楚国公主，听说迎亲的车马在武关附近被一渠人劫持，后来又如何了？
那日一群人袭击王后的车马，幸亏王后的陪嫁应女舍身引开了一群人马，才让王后得以脱险。王后有3个陪嫁应女，不知是哪位应女如此下干意的？她叫芈月，是王后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她被劫持到义渠之后，大王派我和张仪用600车粮食将她赎回。到了秦宫，因她聪颖俊俏，深得大王的宠爱，已被册封为8子。我雍瑞也算是阅人无数，这个女子的确是人中翘楚，不可多得。不可能，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公子此话怎讲？来，喝酒。来。父王，儿臣去了。谢父王，谢母后。